友大家好，我係廖考明，民國歡迎收看福起來嘅。你今日有請到來賓係咧講什麼嘢？有兩個在節目底部分享一下工作，但是伊咧分享一下工作以前，我請我哋觀眾朋友同我談一下，伊係乜工作？伊個工作第一愛問東問西，第二伊愛加做幾多嘅身份，第三伊個工作咯，愛個有精神，愛個有想象力，他嘅言語上都乜嘅樣，絕對冇話講伊係警察嚟樣。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今日咧，我哋來賓，我哋同經理來到我哋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同經理。我今日來到阿嚟咧，分享我嘅工作，我嘅工作係演員。嗰時伊唔係警察咧，伊係演員吼，伊種我哋戲劇嘅演員。從你開始你本身你本帶你喺我哋咧，譬如我哋演員訓練班啊，無論我哋咧。某個藝術大學畢業咩？我咩？我算咧人講半路出家，嘿，因為我本身係中文系畢業嘅，嘿，中文系個畢業，研究所係讀美學藝術相關嘅東西，嘿，所以跟戲劇，嘿，剛剛都冇乜關係。係啊，跟我後來我就一樣嘅戲劇嘅，伊咧範圍地位咯。嘿，我太好嘅時節就參加一個團體嘅，因為講咯，伊迄表演係中國古代宮廷嘅樂舞、音樂加舞蹈攏有，我係一位舞者，專門負責跳舞嘅部分，嗰時間我就開始全台全身嘅做，嚟去表演，表演嘅時間就是表演舞蹈，我負責舞蹈部分嘛，嗰時間就接觸我哋劇場，劇場，後來畢業嘅時間係想講跳舞，我又唔係專業舞蹈班出身嘅，我並唔屬於專業舞蹈科班嘅，從細到大嘅舞者。我想講剛我還是幾好表演，剛我做乜嘅咯？我就第一個工作，我就去出家去劇團甄選，人辦甄選嘅時間我就去，嗰時剛讀畢業，我冇個唔識，我唔驚，我就去，人看嚟甄選，看起來講，好。我表演吼，再過2-3年啦，我做先做行政嘛，我就從第一份工作做劇團的行政開始。但其實唔得，你嘛過太淡咧。你知應該講我喺教，唔知個喺教唔住嗰個劇場地方專業很樣，因為講你這個本身有跳舞過哈，我跳舞，然後嘛以巡迴過哈，你都可以劇場。其實係完全冇共用嘅東西啊！跳舞係肢體，但是劇場伊愛唔單止要肢體以外，伊愛講法啊，伊愛表演啊，伊愛嗰種情緒嘅表達，完全冇用，完全冇相同嘅東西。我小學時間我就做朗讀比賽啊、演講比賽嗰種合法，嗰時我很細時間冇合法比賽啦，嗰時就國語文競賽嘛，我就合法嘅，嗰時就有合法嘅，唔過冇合法嘅。小學時間就開始就演講比賽、朗讀比賽嗰種比賽，所以我講法係做得，我有跳舞，所以我肢體嘛做得，所以最差嘛就係情緒、表情啊種東西最唔好看。咁嘛最難嘅一部分。最難嘅，所以個甄選個團長就看嚟話唔會表演咯。應該再2-3年啦，我先做行政嘛，所以我就做行政開始，我就做行政就會帶表演者去表演嘛，伊能表演時間就可以帶下看，第二個學習嘅啦，第二個學習劇場嘅種表演方式，跟舞蹈冇相同，跟音樂冇相同，我就慢慢嚟學。咁問題係你這個本身係中文嘅啊，你會跳舞去開始去循環，你咪乖啊！因為我哋個團體，個團體個很特別啊，個特別啦，就那個團體叫雅樂團，雅樂就係中國嘅宮廷樂舞嘅意思，就雅樂就係表演俾以前嘅皇上嘅看咧，我忙一太好嘅時間，因就有接招生團體當招生通知類嘛，然後看個通知單，做得有2個做得選，一個樂器，古代嘅中國樂器啊，然後一個係舞蹈安尼，然後講樂器我冇乜興趣啦，舞蹈嗰種做得啦，我就去試看啊，唔好我就像沙團樣係咪？我就我冇介意，我就退出社團安尼就好誒。
吼，我就忙台语忙开学，我就去的。啊，因去就安尼，一路跳到台北边啊。可是你本地有舞蹈的基础？本地无。啊，不过你个社团跟咱开始最基础开始学的啦。嘿，因为有舞蹈老师。可是等于你讲，其实在学习的过程里边，其实你可以在你讲可以用对学习里边去慢慢的去培养这个能力。就等于讲，你后来去剧场里边，梦想对行政开始做，但是你看对人的表演，看久的，嘛开始为这个做戏的嘛，你咪讲咯。就。那应该讲啊，寒舍时节就是像朗读演讲比赛，其实这种就很多一点点的表演呐，是啦，有一点点表演成分的朗读行为。然后后来就我高中的时节过好的同学像相声，我对相声开始认识嘛个很多舞台剧。你快想应该。相声俺的演员，可能嘛，我有谈到有的演过好相声。那你按演讲的，要按讲的是因为我想要相声哦，因为相声刚过了有要听人演技，那我学那些东西啊。我刚刚好应该哈，跟爱读中文，跟爱国文呢，爱对国文啊个东西各有兴趣。相声其实人讲啊，就是说唱艺术嘛，就功法、冲鼓安尼，就各大部分都用功法的东西来表现伊的呢，有趣的好，各好拿的部分啊，安尼，我就像啊，我嗰时就看像讲，用两个人安尼起啊舞台上，就安尼真功法，就按红人咯，就讲嗰时就单纯就因为按各好拿，各很好笑，按我高中的时间冇买。去娱乐休闲啊，就安尼看相声，个时节就最台的乐趣就会去高雄火车站条线光南商场，一直要买一个相声，看有新的 DVD 出来了，就买一片鬼一样的。高中的时节乐趣就来个，真的冇讲，其实我想去光南商场给欣赏那个。那个手机上个按奖励，他按演讲，那我们来谈个日本国文，那怎么能先相声哦？那其实相声吼，虽然讲我们从各种两个男人在上面讲小口，但是其实伊哋讲嘅发挥嗰種文雅程度其實係幾高。你可以遇到講嘅嗰種有時候吟詩啦，嚇吟嗰種古代嘅技術，其實相聲的演員的嗰種內涵其實係幾高嘅。係啊，相聲演員你係幾個啊？伊能講法嘅節奏啊，也係伊能講法出來嘅某個時節觀眾會哪個時節會停嘅，等於能拿起來，讓開始繼續講，嚟節奏抓幾好，因為節奏抓好嘅時節，全部嘅觀眾彈到幾歡喜。係啊，跟你從彈好了，根本都冇人唱啊！係啊，咁種人嚟作為兩年呢、3年呢，還是行政以後6年班的行政以後。你後來你有團長有本真係上去做戲喎？哎呦，體拜去做咩啊？體拜係法通嘅，就其實吼，我今年已經第5年咧，明年第6年，做安尼專業的演員，接觸到幾多種嘅戲劇啊，有一種就講宣傳劇，宣傳劇就會。苗栗公部門啊，幾多嘛國稅局啊，能源局啊，幾多啦環保局，幾多，伊能為了宣傳伊能這個東西，比如說環保局，節約能源呐，隨手關燈啊，啊種誒，伊能寫一個劇本去，寫一個劇本去小學，去高中，去大學，去演本學生來看啊。學生人安尼真講啊，節約能源咯，關燈咯，伊哋唔會糖啦，就所以係咧。唔講嘅故事本來，就想講大人、小人都幾好談故事。唔講嘅故事本能談，伊哋就會講認真看。唔講嘅故事底部有嘛節約能源啊，也係你要對發票哦，國稅局有嘛？就隨手對發票哦，雙月的時候，單月的時候用嘅，嗰種應該空音故事底部，你就會記得嘛。因為看過會記得對發票幾好啊，電子發票用載具用手機，嗰種東西就你就看故事底部，你就會看故事，看起來你會記得一些東西。所以種就宣傳劇，我演的種類底部有種，嗰所以我睇嘅宣傳就係宣傳劇，
因为其实宣传剧也角色的特色个重要，因为有些人认真来讲，就像头都唔讲来讲，人哋用教条式的，用讲来讲，这个冇洗脱哦，冇去度光哦，冇意思，冇用一吞糖啦。但是嗰種如果有啲角色佢清楚嘅講，哦，這個唔可以做乜嘅事情咯，伊啲心裡邊如果直接把個角色嘅嗰種特色，同我宣傳嘅東西給合強下，嗰種其實宣傳劇，我用講咯。其實可能嗰種時間過短，但是你用把短短的時間，把你愛東西要傳達俾朋友，俾朋友有印象後，記憶的其實冇咁艱難的事情咧。係冇咁簡單，嗰時因為劇本就劇本就幾重要啦。係因為從廣告用嘅嘛，因為廣告買東西，短短的10秒、20秒，去香港演出的時間半小時、40分鐘，你就會俾一個學生看到故事底部有乜嘅。係因為冇識圖，你就會俾底下識圖有。唔好嘅下場，你喺故事底部要寫出來，該會印象深刻，一樣的這樣好啊。但你其實特別讓你講的宣傳劇的時間，你去練習某種講，你去真實去演出的時間，哈，去做出來的時間，你有乜有遇到乜困難冇？冇講特別做時，我講嗰種會發生。快些都唔會啦，因為係寫好多時間就開始演講朗讀嘛。應該人講啊，演員有3要件：不要臉、不要臉、不要臉，就差3種。我呀3種，嘛佢要做得。有時嗰種快些是唔會，嗰時間最大嘅困難就係人講啊，嗌講話聲音啊冇情緒，嗰種天腦用嘅，嗌就。因為朗讀演講就安尼嘛，因為用一種聲調，你就剛給稿子，剛個文字釀出來的就會。故說應該給時間台詞啊釀出來，就像朗讀演講用誒。你講你聲音唱起來一點都冇情緒，給時間係最大困難嘅。更能用嚟練習下情緒咯。練習情緒，後來就一個老方法就吐報紙。吐報紙係一個老法唔過唔該吐報紙嘅時間，像一個新聞係最冇情緒嘅文字，所以嗌個設定一個中樂透嘅，嗌就話人講啊，今日一道好啊，發生乜事情佢高雄來嘅，爸爸，按你講過一個時間，中樂透，哦，今日啦，佢高雄嘅乜地方啊，你就會練習你用乜情緒去講，因為新聞嘅文字係最冇情緒嘅。故說你帶嘛情緒，你去都做得。故說我等於把一啲冇情緒嘅文字，用有情緒嘅方法演出來，就是你練習嘅方法。對。故說其實做一啲真實嘅我哋嘅劇場嘅演員真係冇簡單，因為要把一啲冇情緒嘅東西變成一啲有情緒嘅演法。其實下我哋下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賓同人講應用對中文嘅行業藝人嘅戲劇嘅範圍裏邊，從我要問一下哈，從頭到尾講，其實我哋咧對一啲文章裏邊，顯現出一啲有感情係最難嘅事情。你咪可以教我哋講平常嗰種很容易練習吧？平常用嚟練習嘛，哪一個最短嘅句子嚟練習好咧？從時間就會緊錢。時間都會緊錢，太搞攏嘛，時間就會緊錢，一個句子太搞攏好，你用個句子其實聽起來嘛冇情緒，冇情緒都搞你啊，時間都會緊錢咯，時間就會緊錢，太搞攏講爸爸媽媽都按人講嘛，睇人都按人講，時間就會緊錢，人就用喜怒哀樂，他搞最低嘅情緒來講，不過喜怒哀樂安尼太廣泛咧，然後會精確一點。你話精確一點，精確一點。比方講啊，喜，今日推中發票200萬，好，我用一個情緒講啊，時間就會金錢。我做咩？你試看啊。可是我都有200萬係咪？總共200萬哦。我講時間啊，會金錢咯。哦，係。我唔想問題啊。哦，唔想問，係，每人對個狀態嘅反應冇相同嘛，安尼舉我高教，像係總共200萬。哦，時間就會金錢哦，真是係錢嚟咧，真是錢來啊咧，哎呀，就冇相同嘅反應啦，每個人對一個狀態嘅反應冇相同。咁嘅愛咯，因為講時間都係金錢，即係你講要過挑嘅事情，你能用
讲避学的方法去表演安尼的发型哦。哦，咁你就想看啊，迄唔为着时间，弄迄个金钱，安尼就无欢喜啊。系啊，像我去拉账单，叫伊个账单讲啊，我停下3分钟就出来，啊，我就超商叫拉一下账单，拉起来出来，我差本脱掉诶，哇，我又拉个账单，后边又拉钱，隔壁又拉钱，无欢喜诶，啊，时间就会金钱啊。2条钱都无。2条钱拉2条钱哎呀。可是像人平常在练习那些东西时，都开始想嗰种情境，系咪？错。所以我会我平常时的一个兴趣啊，就会观察别人。也就比方抽查的时间模式嘛，大家伊要看大家啦，大家抽复查、抽公查，大家要滑手机滑。我嘛会滑手机来听话啦，滑手机滑一下看啊，滑，我就会数起来，看一下公查当好有万人。有老人家，有成人呢，有高中生。高中生用个时间给他，比方说动作的时间。高中生用动作的时间去做公查，那平日咯，上课日嚟期中考有可能，期末考、期中考动作就不用考的嘛。就就会伊家设定一个情节，讲啊，他用会出现嘅人可能因为某个事情，这什么看起来佢冇欢喜呢？为什么？怎么个呢？可能跟男朋友吵架，我就会开始设想一个情境，就会尽看查访你，看下冇乜表情看下佢上水冇，错皮可能佢啱啱水冇個，今日嘈查上水冇然後就會按着盡看人看下有乜設定乜情節，該編一個小故事，看起來佢過去呢，應該見女朋友像安尼，就係該編一個小故事，靠眼盲鼻呢，真是心情很用你的表情去猜他們一下今日會發生乜事情。可是如變成你用觀察一啲人，然後去團講可能有乜故事，但是故事啊，但是唔能用去團用嘅情緒，我如果要學習用嘅情緒，學習情緒啊。學習情緒嘛係用觀察，比如嗰段時間啊，我聽唐公人的對話嘛，我唔係故意談嘅，講鬼太上嘛鬼太上啊，跟人家示範嘛，示範試咧個餐廳裡邊冇天師大家喺度聊天聊，人家示範隔壁做嘅講法講講一些對話就可以團，你哋嘛管朋友嘛，也係家人也係兄弟姐妹，也係嘛嘅，就團嘅關係係嘛嘅，因為愛嘛別人嘛，冇認識人嘛，所以人同對話地方就多啲。迄人嘅對話講今日爸爸聽下鬼啦，談到爸爸，應該係兄弟也係兩個誰來嘅吧，也係今日談到今日老闆又很愛做乜嘅？老闆應該係同事，我就按你團，嗰時個對話地位，我就做得猜人哋嘅關係。你也身份，係，人哋身份係乜嘅？咁冇將我身份講出來，發揮嗰種氣條都冇用。譬如講人可能喺兄弟姊妹，爸爸喺我哋過嚟食飯啦，咁話要喺我哋過嚟食飯咧。跟住我哋喺同事話，老闆喺我哋過嚟食飯咯。就有一種命令的還是詭異啦，你老闆嘛可是其實可能共樣化，身份冇共樣，因為講話嗰種方法都冇共樣。一天呢？但從人哋其實你感覺到，其實你係該考唔見家工作咧。係該考唔見家工作。可是我想到講，跟因為唔即係講讀中文嘅嘛，聽你談到中文嘅，我都想到爸爸媽媽教育讀中文嘅，都希望講中文嘅邊嘢咪學做先生加一啲好老講爸爸媽媽對唔見家做戲劇有乜嘅想法冇？爸爸媽媽其實我聽年嘅時節，爸爸媽媽就想我爸爸媽媽攏欣賞，我小好欣賞。伊人我嗰韓式嘅時節，伊當然嘛想我以後唔睇嘛做欣賞。工作嘅問題。工作嘅問題明日學到送下課歸路卡，就係個問題嘅成分嘛。後來我就做戲劇。專業的專職的戲劇演員，
因为就体验的时间，你就讲啊无过问题呢，嘿，望吃可能啊爸爸妈妈过吃油的啦。因为本身因为佢太吃油，因为种我去尝试，我去吃看按就去吃咩。可能因为讲吃看看你都地色苦的，如果古来啦。无听下人上啦，那唔对啦哈。体验就安尼，体验就讲望去吃一年，可能做得自家存的钱养自己啊，自家休息家呢。然后就好啊，咁就吃困难嘛哈，嗰时节当然有嘛一点存款啦，让工作安尼事情啊，嘛是过踏实的人啊，体验哦，当然收入就过唔好，因为某年底啊唔会做演员啊，某年底唔会做下嘅，某年底就冇工作，结果现实诶，某年底啊唔做演员就冇工作来请，就安尼，体验就。人讲是老本啊，是去家存款嘞，有一点安尼感觉，就是存款拿来用接的工作冇按到冇，收支冇按平衡就错嘅，第一年、第三年到第一年下半年的时间，有人底啊5个人呢，工作就来小童大家係小童啊，相同嘛，小童有把工作唔會做嘛我就各式各樣的工作，我都去試看啊，表演冇講一定會做戲劇啦，講主持啊嘛，去做表演啊，唱歌嘛去做表演啊，跟全部都去表演，假如你企喺舞台上就去表演嘛，所以我嘅工作我都去試看啊，我自家嘅心態，我去試人哋啊，我會做麼？我是黑麼？黑冇是黑就算了嘛，就是唔知個一開始體驗嘅工作嘅嘅事業冇安穩定，但是還是我家庭叫學生行下因咯，即係講有工作安穩定，他個業務生可能我都想講佢都從事過嘅呀，起碼嘅用嘅信念，我哋嘅常常講信念，用嘅一種念頭表啊，繼續是落不落行業嘅。係個時間其實我都冇想過個問題嘅。我都冇想過講個時間是老本存冇錢，因為冇想過去錯別的工作。個時間像想講我做得去打工，就你冇兼職嘛，兼差兼職啊，嘛冇想講去請個你講嘅月收付月薪不啱嘅工作，我講這條路嘅工作啦，這條路嘅工作，嘛冇想過呢，個時間我唔係幾奇怪，就我就想講應該做得啦，我應該做得啦，唔係來自信，就講應該做得啦，我自己嚟想嘛冇想過講去請嘅這條路嘅工作冇。就是唔記時嘅意思講，你話我去打工去維持自家嘅一種至少基本的生活，然後去等可以話有嗰種演員的工作嚟業咯。相同就講，其實演員的工作只係企喺台上攞嚟演員的工作，可是其實唔可以做乜嘅呀？其實可以做乜工作有乜嘅呀？個時間因為我做工作就幾廣泛嘅，因為個時間就有錢賺就好嘛，佢講拍一些嘢啦。除了演員嘅工作、戲劇嘅工作以外，我還寫劇本，因為我本身中文系畢業嘅，佢就同本行有些把關係啦，就寫劇本、寫劇本，還有我會跳舞嘛，我係大學嘅時間跳舞嘅，所以。冇按專業嘅舞蹈去表演，我嘛做得只，你主持，不然就會公辦人啦，就大部分是做婚禮主持啊，婚禮嘅主持安尼，就馬個工作我都去試看啊。可是其實咱嘅根本就幾多精神，花幾多精神嘛，花幾多一啲力量去完成行一條路呢？其實我每一個過限制都冇有，而家我哋都係我哋講戲劇，我哋講劇場好了，劇場，而本地嘅演員嘅嗰種事業問題冇？事業冇問題啊，因為我哋就講人講接 case 咧，也人講售後組，因為就我就會今日我有今日送一日我有接一道場演出。今年有一道收入，就安尼啊。咁嗰種講，我哋假如一定劇團嘅話，冇固定嘅薪水嚇。冇，全台灣啊，冇專職演員，就唔係優秀嘅用付月薪本嘅一種演員。
个少。嗰時一度我哋講我哋劇場嘅演員，伊都愛有表演，有那我有事業，嗰時變成冇表演嘅時候，伊都等於係冇事業，可能啊利用其他嘅工作，以維持日嘅生活，錯嘅。係錯。而喺我哋南部啊，還是講北部嘛係啊？其實南部是最多啦，北部我認識嘅演員朋友，其實北部嘅蠻愛安嘅，唔過伊能可能做嘅劇種係嘛嘅啦，佢傳統戲劇嘅像人講嘅歌仔戲、歌戲嘅，伊能咧發通咗嗰度，所以伊能做得幾年都做歌戲，就按今一年到頭都可以演，伊能比較。不用去做其他的工作，可是像我哋那種舞台劇的演員，他大部分就會冇去演的時間，你就會做其他的工作。其實劇場的生活真的是冇簡單，但是我哋的權利還是堅持行下去。其實下哦，等下我哋可以以做乜嘅有安排堅持。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同人講，一定其實做一個劇場嘅演員，而冇工作嘅時候，還要做別的事情。像唔同我講，而家已經開始嚟做我哋嘅舞台劇。像舞台劇嘅話，我哋按講要排練差唔多幾個啊？一個舞台劇最短嘅排練時間咪2個月。排練2-3年，想問下，2-3年有薪水冇？佢排練有排練費啦，唔過排練費冇按過，冇演出費按過，所以排練的時間，俺排練時間都還會接其他的工作，因為冇可能天天每日都去排練啊，因為大家時間歸某一天嘛，所以俺就慢慢每日排練，冇排練的時間，你就做別的什麼事情，就咁咧。咁，即個我哋開始嚟做舞台劇以後啊，你這個感覺到講。T 嘅舞台劇係用嘅一種角色啦。T 嘅舞台劇啊，我講話 T 嘅愛售票嘅舞台劇，我頭都有講嘛，T 嘅其他舞台上嘅戲劇係宣傳劇，宣傳就唔是買票嘅嘛，係啊，我講話 T 嘅買票，T 嘅買票嘅東西哦，作品哦，可現在鹽埕區，它是一個公營的劇場，私人劇場啊，講私人展演空間呐，唔係政府嘅，唔係公司唔發給嘅，伊就一個私人的空間。伊個私人空間，我記得係上嘅小品，我講小品就係20分鐘到30分鐘嘅戲，細20分鐘，就上嘅短短的戲劇串起來的東西。我睇嘅演嘅迄個做個戲鞋啊，做戲鞋嘅師傅，妹嘅，我就講你做師傅嘅，佢代嘛，做戲鞋師傅妹嘅，妹嘅，睇個故事係，睇個故事我就純粹當一個舞者，就跳舞，唔過人導演就嗰度要求啊，人家個舞蹈嘅地位吼，人家感覺到佢悲傷，個舞蹈嘅地位人家感覺到憤怒啊，好，就個時間編舞嘛，去加落安尼，睇上個故事係18幾年的咧，就上個故事冇相同嘅角色安尼，我就睇個售票演出，去鹽埕區嘅一個私人嘅空間地位。咁你哋 T 擺真係是我哋講買票嘅種演出的吼，你即個感覺到有緊張嘅冇？冇都冇對排練嘅時間，練習時有發生某個神奇嘅事情冇？排練嘅時間，因為應該係上個故事嘛，上個故事就有上個導演，係，我就會一年就會去個下個故事，我就去個導下個故事。伊啲小品都伊啲導演嚟嘅啦。係，個小品嘅導演，伊哋都係朋友啦。我就講好講啊，好，我哋去做下個戲，我哋做下戲時間，你吹個故事，我吹個故事，伊就吹個故事，我哋都寫好咗以後，我哋就去個導自己嘅作品啊。上個故事上個導演，每個導演愛嘅東西冇相同，你就會每一個切換，你排練時間，佢每一排來出啊，剔出哦，我冇嘅，好，我就會。切換講啊，係一個師傅咧，問過伊啊，係一個師傅嘅妹嘅，個師傅嘅妹喜歡伊嘅爸爸嗎？
无介意的爸爸嘛，个故事底部角色的对伊的爸爸爱恨情仇，因为搞腾清楚来，腾清楚他写剧本当中啊，听个故事一个舞者，他想讲，不如想讲跳舞，太好跳到边呀，应该无嘛问题。跳新年，跳新年，无跳个青年哦，因为我读研究所，啊，应该无嘛问题啦。无想到导演，无台词的哦，无台，我想讲无台词，伊唔是配台词，伊好的啊，无，你讲，嚟吼一行入来，刚刚佢想喺伊嘅分手的女朋友，我用肢体做出一个，我今天要跟分手诶，你讲佢唔甘愿，唔甘愿跟分手，我用肢体表现出来个东西，个时间。拍啊个东西真係花幾多時間。你有可能講我就發現我規範一體，你把個啊把它挑出來。係啊，用肢體我唔是用做唔得講法，用肢體挑出來講，表現出來講啊，唔見要跟佢分手，又唔甘願跟佢分手，因為係個時間花幾多時間，所以故事上嘅故事我就每一個時間都切換，講啊，一下來，一下慢，嗰是最。可能因為安尼規模限對切換角色啊嘅事情，故所以嗰時間呢，我都冇講到講，我演出來我幾緊張，直到我體重就排很多時間嘛，體重演出嘅時間，啲觀眾喺行入來，你就企喺後台嘅點嘛，我那個小空間啊，對。就剛阿嚟差唔多看得到觀眾哈，幾群，你就睇到觀眾佢條線行上了台，講話咁樣呀，躺喺上個嗌朋友喎呢，你就都躺喺度，然後上一個時間，咁樣開始緊張，係我企喺後台，樣開始緊張，我種花好嘅夢，我上夫做草夢，因為我聽故事，跟聽伊上嚟都冇相同嘅上夫嘛，我上夫做可能趕快檢查一下，可能有做錯啊，做唔錯啊咧，個時間樣開始感覺到緊張，咁我睇個演出。咁你幾時行出去冇？行出去，我個奇怪哦，我未必有企下嘅後台時間，佢緊張。講啊，等一下做乜嘅貼嘅事情，做乜嘅貼嘅事，佢腦裏邊佢想嘅事情，一企上去就冇緊張嘅。咁如果是講，你如天生生下紅番咧，伊企出去，唔係都唔緊張嘅。我企喺舞台上啊，就讓記得講，我嚟做乜事情，我等一下講乜發，轉嘅冇緊張。我就記得我排練按句嘅時間，我做乜事情，我就喺舞台上再嚟做出來。去表演，去表演。但種唔能嚟做過按多戲劇啊？像你做過兒童劇嘛？嘛有做過成人嘅嗰種單人嘅嗰種。單人可能。但像一種兩種嘅戲劇啊吧，你這個本身個好哪一種嘅呀？其實兩個都唔會差啦，因為藝人嘅看戲嘅觀眾冇相同嘛。兒童劇當然冇成人嚟看啊，成人劇當然就單人嚟看。不過而家兒童劇其實個偏向親子劇，因為你聽嘅爸爸媽媽帶成人一起看嘛，藝人做唔定像講藝人戲本身人嚟看，藝人戲嘛做啲爸爸媽媽看啊，因為你人都一起進場嚟看戲嘛，所以藝就。兩種藝都幾好啊，兩種嘅表現方式冇相同轉嘅。係啊，因為我常常講嘅那個兒童劇哦，應該我能講，兒童劇根本冇人啊。兒童劇我看到兒童劇哦，咩精靈啦，有動物啦，有水果啦，冇得鬼怪啦。佢像安尼唔係人嘅東西，能讓我去揣摩也嘅嗰種，也嘅心智，譬如講，咁種叫咩嘢做一個靈哦。細人嘅冇上咁多，係大人上過多。所以比如講你講到個快型嘅靈哦，你就上快型就好，唔是上靈哦啊。係啊，因為細人讓可能做個丈夫，係唔行出架靈哦，嗌係靈哦，然後就哦，伊個名係係靈哦，係名係係靈哦，因為剛剛講哦，伊係是東西嘅靈哦，係，伊就快型就表現嘅快型就好，係嘅好人就表現嘅好人就好，其實冇上咁多，因為細人冇上咁多，然後就。可能就感覺到唔夠可愛，也係唔夠正，也係唔夠快型，也因為人就會記，係佢對你講，人就記得個東西。人嘅外形只是本下嘅兒童劇，也係本嘅聲音嗰度嘅上上嘅東西，就係你。嗰時就變成講，係咪兒童劇藝人咧肢體如果個態，冇得講藝嘅角色嘅嗰種我哋講嘅情緒又夠明顯。安尼聲音我感受到安尼嘅東西。
嘿啊，像儿童剧的话，俺肢体有够大一天呢，因为身体的专注度过大嘛，嘿，那个3分钟无买好哪个也係無買特別有神奇的東西，不能看的時間，你就我偏鬆，我來做下誒，嘿，所以我肢體夠大一些，夠誇張一些，你就會真困難的嘛。因為你看路況看到跟你真係能馬上困一下，講因為冇事情啊，因為個肢體夠大一些，當然會真困啊，係啊，所以個兒童劇就因為安尼。嗰種肢體夠大，也肢體夠夾，因為我習慣睇人，不光係睇人聲音啊，我習慣看個夾嘅東西，一個東西熟過因為看下幾嘛東西哦，還要注意一下看幾嘛東西，所以你個夾行個夾啊，也係動作個大啊，因為聲音點會困唔，係啊，個係兒童劇，所以肢體會安排關係。個睇人嘅部分哦，個睇人嘅部分嘛，等於講唔即個情緒嘅部分都可能係咪要個注重一些啦。睇人嘅部分就會看個導演原本想個戲劇嘅效果係嘛嘅，比如講唔想個寫實劇，啱講寫實劇，嗰寫實嘅話，你就會跟日常生活冇乜差別，係冇乜就看人演戲嘅時間，你講。嗰種人日常生活中就會出現的事情，你的對話嘛，喺人臨場，喺日常生活中會出現的事情，嗰很多寫實劇，係導演佢們要寫實劇嘅話，你就會從條件有講啊，你去觀察人嘛，佢們係冇，從冇做過乜醫婆啊嘛嘅，仲係按老嘅人係老人家。你就會觀察老人家一個想法嘅，一個想法係乜嘅，一個反應係乜嘅。嘿，讀到一個事情，東西那個天台好用，因為用嚟讓個反應係讓可能眼冇其實能寫嘛，嘿唔要演一個其實能寫歐巴桑，嘿我用嚟。反應哦，動作個表情哦，用嚟裝，你就會真看老人家。嗰時你平常時觀察到呢度講嗰種哪一年的，我哋可能尤其你得到安尼角色嘅時陣，我哋一提講，幾種年代嘅人，無論講幾種嘅世事嘅人，吼，伊可能用行路用講法，吼，因為同我哋本身都冇同樣嘛。錯。嗰種人哋劇團嘅，加我哋有新嘅戲劇。有新嘅戲劇，從2019嘅上半年，我跟新雲跟豆子劇團合作。豆子劇團係一個喺高雄24年嘅劇團，2020係個蔡天嘅劇團，然後係兒童劇團，係兒童劇。上半年就跟人合作。咁，從我哋睇第八版，你即個係做乜呀？我即個我拄好，因為係兩個故事啦，兩個故事都會講爸爸媽媽跟細年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哋豆子劇團想講今年行入來看的觀眾都係大人帶細人，爸爸媽媽帶細人來看，我哋嘅故事冇講搶講本細人的糖。我媽講本大人堂，爸爸媽媽跟細人中間有乜溝通，有乜誤會，係細人嘅想法嘅，爸爸媽媽嘅想法嘅，所以我兩個故事都跟爸爸媽媽跟細人嘅關係有關係。嗰時可能也戲劇都可以提供，我哋兩個人用嚟溝通啦，嗬。其實有一句話講，嗬，做過一種人。個個一成人，嗰種基本上就見你而做個按到無同嘅角色，而等於都個都無同嘅人生。基本上佢咁想，我哋見你就當我哋現場同你分享按到安精彩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嘛多謝咱嘅觀眾朋友。我演個按到角色，最後就選一種角色，嚟跟咱觀眾朋友講再見。我選嘅角色係壞人，因為我最擅長壞人。好誒，各位觀眾朋友，拜拜。是菜油吼，各位看到安家嘅反應哦，休息一下哦，大家同下先啦，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此外介紹，我係黃振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刺激導演屏東分會，今日呢，點解兩身後嘅兩位呢係陳先生？今日所介紹呢係上進亞雜，上進亞雜呢係我哋呢用我哋呢學習同我哋呢豐富嘅學習方法，更加都同觀眾朋友做一個示範。首先呢，我哋呢兩隻腳要打開來。
两隻腳打開來呢，一層我哋呢腳呢檢查一下，我哋呢腳要像鐵路一樣平冇，平過來呢，我哋呢卡啦下呢，一坐下去，思維一坐下去，卡啦下表上來，我哋坐下去時間，我哋呢眼神呢重量地好腳站，好腳站呢會打到脈，所以我哋愛移一下眼神，移到我哋呢腳盤呢中間。過來呢，我哋呢數呢愛繞行起來，數繞行起來係幫我哋呢血氣循環，數喺到我哋呢氣頭，數喺到我哋呢數把上行，數把上行。過來我哋一樣呢，時常都講我哋啲思維咪先放下去，應驗嚇，慢慢嚟驗。一種嘅驗法呢，佢度種，原因呢個我哋驗佢從一種嘅準用嘅。但係我會同觀眾朋友做試嘅示範，讓你看到準的咧，讓你看到嘅也係個上肩壓掌。觀眾朋友想做一個正確嘅上肩壓掌，係慢慢嚟加強，速度慢慢嚟增加哦。也係我哋做，我哋要講話上肩壓掌做乜嘅做嚟動作。上肩壓掌做嚟動作係用我哋嘅氣血。我哋呢氣血係源，講我哋呢倉庫，望我哋呢倉庫，我哋呢倉庫呢地方嗰度呢倉嚇，我哋呢倉嘛係我哋呢血氣落做循環，所以我哋做嘅時間要檢查一邊上嚟，卡啦好一邊上嚟，我哋呢腳盤髖關節嘛一邊上嚟哦，也係我哋要注意我哋所做嘅練動作嚇。觀眾朋友，我今日同觀眾朋友做一個示範講啊，如果人做唔到像我哋呢動作一樣嚟做嘅，我做一個嚇，我哋明白會翻到嘅。睇下觀眾朋友注意講，我哋呢切頭，注意佢眼腳哦，我哋呢切頭。如果觀眾朋友講企喺下邊上，亦都安尼嚇，安尼係對內，係對我哋呢切頭，安尼對我哋呢切頭歸順咯，你要講歸順。因為我哋呢力頭，我哋眼神呢力頭，我對我哋切頭嗬，所以要注意我哋呢切頭，唔係你顧下嘢，對內做一個同檢視觀眾們此外檢視我哋呢眼神，又講嚟我喺卡啦下邊下去做一個動作，也係唔錯嘅樣，你要講唔錯。我按你切頭下去，我眼神的力頭，我做我切頭吼，所以也要注意，也係一個切頭的磨順，也要注意事呵。過來呢，我示範呢係講啊，我哋對內表送，對我哋一隻意，我哋呢是卡啦下向後背，我哋要坐得呢，我哋係咪我哋呢卡啦下表送呢，是會咪放下去，我哋係咪嚟坐得呢？按嚟坐得呢時間，我哋呢眼神的力量我哋內，我哋後腳掌。第後腳掌啊，但你眼神平安嚟移通，即移通嘅時間呢，要注意，我哋移通。如果我講啊，觀眾朋友，我哋企喺下邊上，我哋呢眼神第後腳掌要移通一下。如果觀眾朋友嚟，嚇，按嚟會打動脈，嚇，示範呢，按嚟注打動脈嘅要注意呢，我哋企喺下坐下去過後，我哋檢視我哋呢腳有順冇，我哋呢力量點呢？我對我嘅腳盤移過來，我好嘅喲，我安尼有穩了，對我嘅眼神嘅重量，對我嘅腳盤嘅中間嘅喲，安尼都錯嘅嚇。過來呢，我用嚟開始驗片呢，有位觀眾朋友我安尼，嚇，觀眾朋友我安尼係哪？喺我嘅胸前同我嘅腳啦下搖晃來安尼個像瀑布喲，嚇，安尼瀑布做。體點，那一隻一點痛，我切頭點印象起來，安尼印痛，安尼冇對眼神冇講過好啦，所以要注意下，我哋唔係安尼，喺我哋呢卡啦下邊上嚟，我哋坐下來過後呢，對腳盤天天嚟，仲樣我兩隻腳向天嚟引領，也係正確嘅喲，兩隻腳平向天嚟下嚟，引領係我都講啊，同我眼神講。我兩隻腳向底下，因人係你躺地內，點解哋腳拍？你躺地腳拍，安尼因人係喺度。有話嚟用準的咧，用準咧，用準咧唔係講唔好，安尼準咧體液，
我哋咧肌肉，太腿肌肉會縮放起來，太腿肌肉縮放起來，按你做嘅時間咧，我哋咧腳會過弱，會唔爽快。譬如咧，我哋咧倉庫嘛會停到我哋咧肌肉緊張，所以也係冇講過好嘅示範嗬。所以我哋做嘅時間，我做一個正確嘅動作咧示範咧，除到我所講嘅咧係觀眾朋友要注意嘅地方。所以啊，更加我做一個講啊，唔一樣嚟坐下去會歸穩，坐喺歸穩當我哋咧企啦下，我哋咧企啦下放下去，像坐凳一樣放下去。重量啲腳掌唔怕，我哋用腳盤也都有。啊，天咧，推我哋咧用我哋咧兩隻腳盤，好影響天嚟嚇，讓正方影響天嚟嚇。天天嚟讓，天天嚟讓，也係我哋先訓練我哋咧腳，因為我哋咧兩隻腳咧縮落嘅，再過來我哋咧數，我哋咧兩隻腳縮落嘅，我哋咧數拿行起來。數哪行嚟容易係乜嘅？我哋如果講安尼係講幫我哋嘅腕關節表數。數哪行嘅嚟容易係幫我哋嘅膝頭，數嘅啲我哋嘅巴掌哈，數巴掌哈。所以第一安尼做嘅時間咧，注意唔好注意人數巴掌，係唔係我哋嘅數巴掌會輕輕，個將膝頭會爆，膝頭爆咧會同我哋咧所有嘅血氣呢，數喺底下，幫我哋咧心包緊，數行起來，然後我哋咧心包緊，喺點啊數講啊數字嘛，我哋數字中間，喺我哋咧心包緊嘛，所以啲壓縮嘅時候，一方面係訓練我哋咧倉庫有順膜，我哋咧倉庫底部有按摩到嘛，也係我哋重陽，幫我哋咧。陽氣呢，點我哋咧倉庫地部呢，所做一個循環，我哋咧地部內倉嘛愛陽氣囤一個空間來俾佢做一個調整，嚇。第一調整當中呢，我哋按嚟樣，而會有一個空間出來，空間係俾我哋咧倉庫有一個循環嘅動作。所以喺做嘅當中呢，我哋注意下，我所講嘅呢。我哋要注意觀眾朋友，我哋所做安尼動作要注意哪隻第一點，要注意我哋咧肩頭同我哋咧書棍，我哋咧肩頭有變鬆嘛，我哋咧書棍有變鬆嘛，睇我哋咧書棍，有個人書棍我長下輕大啲，我嚟營養，安嚟營養，也係書棍長下輕大啲嘅時間咧，我哋咧肌肉會過輕，肌肉輕。會撞到我哋咧眼神咧肩頭綁痕，所以我哋嗰度肩頭會磨平，所以有個動作咧要注意講啊，我哋咧規身咧不如做壓縮，我哋咧規身咧壓縮過後咧，我哋咧倉庫哪會停有空間出來嚇，所以啊觀眾朋友注意嚇，更加觀眾朋友崑崙天師來聽我哋咧好好做運動。做運動嘅當中呢，第一點，我要注意人家腳盤有變鬆冇，肩頭有變鬆冇，肩頭變鬆，我哋咧書棍有鬆冇，也所有嘅眼神變鬆過後呢，我要注意呢，注意我哋咧頸肩，我哋咧頸肩有時間呢會冇變鬆，冇變鬆呢，我哋就係會過硬。我硬高啲嘅做嗬，我哋頸肩變鬆，我哋咧血氣，那會衝對我哋咧頭哪行，所以也係做一個上至一長嘅示範。觀眾朋友，受到所示範呢係上進壓榨，觀眾朋友那聽到崑崙天師來聽我哋好好啊來做，下一次那來了。